导各位嘉宾，亲爱的戏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晚我们是在梅兰芳大剧院，为您奉献的是钱旦昆声昆净京剧演唱会。对，我是今晚节目主持人，来自国家京剧院的小生演员，我叫宋小川。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小生演员包飞，大家好。首先呢，就请允许我们两位代表主办方梅兰芳大剧院，还有今晚登台的全体演职员，感谢您的到来。那么各位嘉宾可能也是都看到了，从您的节目单中，今晚的演唱会是非常有特色。在这里呢，首先呢，我要特别介绍一下，主办方是梅兰芳大剧院，总策划就是我身边的搭档宋小川，点赞的掌声送给他，谢谢。那么小川呢，这样，首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举办今天这台演唱会的意义是什么？记得曾在4年前，也是在梅兰芳大剧院举办了这场钱旦昆声昆净演唱会，受到观众朋友们的热捧，观众朋友们多次来电话说，小川老师能不能再举办下去？再举办一次。因为疫情原因，我们停了3年，所以今年我们又恢复了第2届的钱旦昆声演唱会。这些年轻演员呢，在剧团里呢，上台机会并不是很多。对。我怕观众朋友们能够忽略他们，所以说，我想让观众朋友们通过他们的演唱，能够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喜欢他们。这次我们请到了来自淮阴、湖南、湖北、上海、天津、石家庄，还有大连的青年才俊云居梅兰芳大剧院，展示他们的风采。太好了，真是听小川的介绍，那么咱们现场的观众太有福气了，咱们不出家门就能看到来自全国各个院团的钱旦昆声昆净的京剧名家和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为我们带来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再次掌声送给小川，谢谢。好，下面呢，我们今晚的演唱会就正式开始了。同样，再次掌声响起，预祝我们今晚的演唱会圆满成功。好，我们再次掌声响起，请出我们国家京剧院的乐队演奏家们登场，有请。不费你看高朋满座。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担任我们乐队的鼓师是来自国家剧院的优秀鼓师王希，优秀琴师李云轩。好，今晚第一位登台为您演唱的也是今晚演员中最小的一位男旦巴特，为您带来梅派名剧《霸王别姬》。好，掌声有请巴特尔。
好，谢谢巴特尔。下面我给大家介绍这位演员呢，曾经小时候被称为小神童，当年是4岁就红了，如今长大成人，她就是来自天津剧院的女老生，名字叫刘小媛儿，为你献上《空城计》选段，掌声有请。
下面再为大家演唱《空城计》的西皮26选段。再次感谢来自天津的女老生刘小媛为我们带来2段精彩的唱段，再次感谢。下面特别为您介绍一下来自北京京剧院的琴师易小龙。下面登台为您演唱的是程派男旦摇一摇，他也是京剧名家迟小秋的弟子，为您带来程派名剧《洪福传》选段，掌声有请。
姚一瑶在很多的戏都得到池小秋的真传。那么程派的戏大家也都知道，离不开乐队的伴奏。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尤其是弹拨乐也非常的棒，都是来自国家京剧的演奏员们，掌声也送给他们。那再一次欢迎姚一瑶为您带来一段《碧梨簪》选段。好，下面请您欣赏的是来自大连京剧院的一位女花脸，她的名字叫任思远。我想大家都了解她，为您献上大家非常熟悉的裘派名剧《铡美案》，掌声有请。好。花
谢谢大家的鼓励。刚才上场之前，任思远跟我讲说，宋老师，我第一次登上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又激动又忐忑又紧张。观众们唱的好不好？好。那您一点都不紧张，给观众朋友们讲几句话。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京剧院的话剧演员任思源，师承裘派传人李长春先生。非常荣幸，能够站在我们北大的舞台上，为大家演唱。第二段唱什么？接下来再给大家唱一段打龙袍，好不好？好。演唱者呢是来自江苏省长荣京剧院的荀派男旦朱俊豪，为您带来《红娘》选段。
谢谢。那结束动作我用了，他没敢用这个。朱俊好呢，也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宋长荣老师的得意弟子，跟随师傅多年，很多戏荀派名剧都得到他师傅的真传。下面咱们再次热情的掌声欢迎他，带来一段《玉堂春选段》。好，谢谢朱俊好，长大了还真有火候。朱俊好呢，最早以前他是学武丑的，后来被宋长荣老师发现，培养他唱荀派，一发不可收拾。在团里经常演出什么红娘、砍银川的，所以说得到的锻炼，台上就是松弛。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非常优秀的女老生，她的名字叫王若丁，为您献上《搜姑救姑》，掌声有请。娘子啊！
好，谢谢王若冰，谢谢。给大家介绍琴师啊，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张一平。王若冰来，再唱一段。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白虎大唐选段》。谢谢王若丁。王若丁呢，也是我们北京京剧院非常出色的一位女老生演员。那么近些年呢，在舞台上演出了很多老生名剧，受到了戏迷朋友的欢迎。咱们再次鼓励的掌声送给王若丁，谢谢。下面为您介绍来自天津青年京剧团的国家一级琴师何健。我下面登台为你演唱的也是来自天津青年京剧团的女花脸演员，也是京剧名家孟广禄的弟子马丽，为您带来《探黄陵》选段，有请。
谢谢大家的热烈的掌声。在这里呢，谢谢宋老师给我们搭建平台，也非常感谢宋老师给我这样的一次机会。我叔父也跟我说，同行就是老师，多学习同行的优点。在此呢，也谢谢宋老师给我们这次机会交流和学习。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演唱《七夕白虎团》选段。谢谢玛丽。哪个老师教的就像哪个老师，真是这样。下面登场的是来自湖南省京剧院的一位优秀的男旦青衣，他师承京剧名家王志怡老师，他的名字叫黄黄，为您献上梅派名剧《凤还巢》选段。
观众朋友们的掌声啊！自2021年我们第一次钱南昆声演唱会，时隔3年，再一次受到宋小川老师梅兰芳大剧院的邀请呢，能够从湖南来到北京，这个曾经学习深造的地方，也很激动。那在接下来呢，我再把一段《太真外传》的杨玉环在殿前献给我们今天现场的朋友，希望大家喜欢。谢谢。谢谢黄黄的精彩的演唱。那么在当今的京剧舞台上，我也特别深有感触。像他们男旦还有这些女老生女花的演员，演出的机会并不多，但是呢，他们依然在全国各地的乐团在坚守自己的岗位，从事自己喜爱的专业。所以此时呢，我建议点赞和加油的掌声送给所有的演员，不容易。好。下面登台为你演唱的呢，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一位女老生。她在上戏校的时候就很红，叫李特。后来呢，毕业分配到天津京剧院，又拜在王平老师的门下，改名呢就叫李逸轩。下面咱们掌声欢迎她，为您带来一段老生名剧《三家店》选段，有请。
谢谢您。再为您演唱一段《乌盆记》当中的溪堤流水，未曾开言泪汪汪。谢谢。谢谢李炫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唱段。下面呢，我们就请上来自国家京剧院的国家一级鼓师李中华上场，给您介绍一下。即将登台为您演唱的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女球派花脸演员李小培，她也是京剧名家孟庆全、李长春先生的弟子。今天为您带来一段老版杜鹃山中的乌豆选段，有请。
唱一段也是球派名剧《赤桑镇》，谢谢。谢谢李小培。下面为你演唱是来自我们国家京剧院的一位优秀程派男旦杨磊，为您献上程派名剧《锁麟囊》选段。
春秋亭的26，谢谢大家。接下来为你演唱的是来自湖北省京剧院的优秀老生演员，他的名字叫沈红，为您献上《珠帘寨》选段。
唱一段《琼林宴》。谢谢女老生演员沈红的演唱。那么她也刚刚选入到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深造是第7届。好，那么接下来我将为您请上谁演唱呢？这样吧，我和我的搭档主持人唱一段吧，好不好？好，来，掌声有请我们的总策划宋小川隆重的登台，他需要掌声。还有来一句。这样，大家都知道，我们俩在京剧行当中呢，供小生行当。同时呢，我们两位也都是叶派小生的第3代传人。下面呢，我们2位联袂合作，为您带来一段《白蛇传》断桥中许仙的一段流水版。先只想拜佛早回转。只
包菲的瘾比较大，来。行，是那个和小川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俩是多年的好朋友。同时呢，因为在风翔系，我们俩都参加了差不多有10几年了，所以大家老给我们俩起一个叫黄金搭档，还给我们起一个叫串儿包组合。所以下面我们俩也喝出去了。今天这场合，我们俩反串儿没上成寻思啊，刘麦好不好？来，为您奉献一段，我唱一段上派的《双阳公主》，我唱一个《木梅挂帅》，我再唱一段《叫张生》。上锁麟囊，这才是人生难预料，不想今日再今朝。
哎，刚才是我们易小龙给我伴奏的。哎，6月9号，我记得长安大戏院。对，是易小龙的个人专场演唱会。对，观众们捧场啊！我们一定去捧场的。好，接下来为你演唱的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女花脸，她的名字叫耿洛，为你献上大家非常熟悉的《赵氏孤儿》，有请。谢谢大家。接下来我想再为大家演唱一段姚琦的快板，谢谢。
登台为您演唱的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女老生演员谭门的后人谭小雨，为您带来谭派名剧《战太平》选段，有请。
之山选段。我想在座的观众朋友们过足了一把瘾，最累的呢还是舞台上的乐队老师，我建议把掌声送给他们。乐队老师辛苦了。接下来为你演唱的是来自我们国家京剧院的一位优秀男旦，他的名字叫刘铮，为你献上《莲香伴》选段，掌声有请刘铮。啊。
商派风格的春秋配中的一段《西皮流水》。下面出场为您演唱的是来自上海的女老生杨淼，为您带来老生名剧《择英会》选段，有请。
接下来给观众带来一段《见娘》。好，谢谢大家。老
谢谢杨淼，谢谢杨淼。下面为您演唱是来自北京戏曲学院的崔新月，为您献上球派名剧《锁五龙》。
在3年前呢，我就约过崔西月，当时我打电话说崔西月有个前旦昆声昆剧演唱会，能不能参加？他说宋老师不好意思，我怀孕7个月了，如今孩子都3岁了，唱的好不好？好。我把王若冰请上来，跟大家合唱一段大家非常喜欢的《断蜜剑》，掌声有请。确实是太过瘾了。作为青年演员，在舞台上为你演唱，最需要听到的就是鼓励的掌声。再次热情的掌声送给崔西月、王若冰。下面特别为您介绍一下来自北京京建的国家一级琴师舒健。
那么下面登台为您演唱的，您可能也猜到了，来自北京京剧院的京剧名家、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的唯一的男旦弟子胡文阁，为您带来西施选段，有请。
我建议呢，让胡文阁邀请的也是携带他的弟子巴特两位联袂合作，为您带来《贵妃醉酒》。为大家呢送上这段贵妃醉酒呢，是梅兰芳大师还是我的恩师雷宝哲先生男旦庄演的一种就是高拉低唱，我得普及一下，因为现在呢大家习惯了就是高调边的贵妃醉酒，其实贵妃醉酒的原汁原味是高拉低唱。我想专家在这儿呢，这是舒健老师，他也是从事江东山老师亲自给他说的琴，那么很有幸，那还在一直呢支持着我，他已经退休了，那已然在扶我一把，谢谢。谢谢二位的精彩演唱。接下来，请乐队老师们稍息片刻。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裴艳玲老师上场。老师说：“我先唱完再讲，好不好？”好，唱一段。先唱《翠屏山》。翠屏山，好。唱完您再讲。我唱的肯定是不入眼
天还好，那又跑哪儿去呢？那我也不管。好，裴老师今年77岁高龄。好。当然真棒，观众说好不好啊？好，看球似的，这怎么是？他这个瞎夸，哪那么好啊？我哪能？真的发自内心的，现在大家都讲真话。就学生给我印场，谢谢。对，这是来自台湾的学生亲自飞到北京来的，谢谢。第二段来段什么？哎呀，刚才其实我是瞎唱，你们瞎听。刚才是西皮，再唱段《一捧雪二黄》。一捧雪二黄，好，掌声送上。家
老师辛苦了，包飞上水。来了，我给您上水。上水的目的是观众还想听您唱。对，上水就赶紧唱。观众说再来一段好不好？好，有请我们乐队老师们上台。太棒了。回来我也给提议吧，来个连环套怎么样？那是武生的段子，唯一的一个大段子，武生不讲唱，只有乐队都上来了。我们呐，在演出前刚说了一遍，但是我肯定的说，我们这趟乐队绝对砸不了锅，来吧。加缸来了，这个不用加缸，你们下去吧。下去好，您多余了，包飞下去吧。好，那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戏迷朋友们，我们今晚的演唱会到此就结束了。让我们再次用热情的掌声，感谢所有演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绎。感谢观众朋友们，我们来年再相聚，再见。